寶珠王者蟲キング。今次係講緊人氣一直都好高，同時都係好多香港人會養過嘅大便——蘇門答臘大便，蟲界都會直接叫亞齊巨便。首先係產卵階段，用較大空間嘅箱配合大約8分滿嘅微粒發酵木屑，當中最關鍵嘅位就係木屑唔單止要鋪得平，仲要由上到下壓實得夠平均，咁先可以令母蟲定位穩定，減少影響產卵位置。有趣嘅係，文中產房似乎係無落產木。第二個核心觀念係唔好急，產房設好之後，作者通常會等大約2個月先回收，保持母蟲產卵節奏同木屑穩定更加重要。到開產房階段，呢度有少少打破我固有嘅思維。一般扁類甲蟲都話幼蟲會弱肉強食，應該及早取出，但文中提及唔係見到卵或者初齡幼蟲就即刻逐粒分開，而係會等到幼蟲去到20，幼蟲承受能力高啲先正式分流。咁做可以減少早期損耗，亦避開太細個體對環境變化特別敏感嘅問題。幼蟲管理方面，重點唔係一開始就用超大菌瓶，而係先用大約800cc 菌瓶，目的係幫幼蟲建立穩定食路。因為前期最需要嘅其實係穩定介質、合適密度同埋一個唔會太大、太新、太刺激嘅環境。另外，菌瓶本身都要有熟成時間，唔係整好就即刻落蟲，要等內部環境穩定、菌活性進入適合狀態先使用。可惜嘅係中文似乎無講明用袖珍或者雲芝菌種，靠各位讀者去摸索了摸，等幼蟲穩定進食後，先再轉去2300cc 到3200cc 呢類較大容量嘅菌瓶。不過作者都提醒，但唔代表越種越好。幼蟲如果 push 得太肥，去到前蛹、蛹化甚至乳化階段，反而有機會增加風險。記住，前期先求穩定生長，中後期再逐步加大空間，但同時避免拔苗助長。最後滿屏判斷亦唔可以只睇食晒味，仲要一齊觀察瓶內氧氣狀況、菌活性變化同幼蟲本身體重同狀態。即係話，進階管理睇嘅係成個瓶內環境，而唔係單睇表面食痕。蘇門便屬於早期傳入香港嘅甲蟲，所以相信大家對佢認識都好深。大家不妨留言講下自己嘅見解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